主任補牙材料咁多，我應該點揀好？我應唔應該同佢講，補牙材料由早期嘅銀汞到後來嘅樹脂，再發展到而家嘅襯體，每一步其實都係口腔修復嘅一次升級。最早出現嘅係銀汞合金，夠晒，耐用又平價，係老一輩人補牙常用嘅選擇。不過佢顏色偏黑，唔好睇，仲可能會影響牙齒外觀。後來出咗樹脂材料，顏色同真牙好似操作靈活又美觀，係而家最常用嘅補牙方式。不過樹脂都有局限，例如用耐咗會磨損變色，如果補得太大嚿，仲有機會出現邊緣滲漏。再進一步嘅襯體修復，其實係一種半定製補牙方式。醫生會先取模或者掃描，再由實驗室根據牙洞形狀製作修復體，最後黏翻上至牙度。好處係密合度高、耐磨、形態精準，特別適合中至大範圍嘅牙齒缺損。不過缺點係步驟多、費用高，冇樹脂咁方便。簡單嚟講，揀材料要睇牙洞大細、位置同預算。細洞用樹脂最實際，面積大、咬力大嘅位置，例如後面嘅牙，用襯體會更穩陣，而銀汞就已經慢慢被淘汰啦。算啦，我都係同佢講清楚啦。補牙材料冇話邊隻最好，只有邊隻最啱你用。最緊要係等醫生評估完你隻牙嘅情況，再決定用邊種方式